60岁以上的人最主要的健康。担忧往往是关于身体机能的减缓，那是指胸口那种沉重的感觉身体似乎失去了活力，并且恐惧自己最好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你看着朋友和邻居逐渐失去活力，担心自己就是下一个。但如果我告诉你，保持强健、充满活力的心脏，以及重拾40岁时那种年轻精力的秘诀，并不藏在什么新药或是不可思议的健身计划里呢？事实上，这甚至不是要你避开所有你喜爱的事物，这关乎的是将正确的营养引入你的生活中。现在，你可能正在遵循几十年来听到的所有建议，少吃盐，避免油脂。然而，你仍然感到疲惫，对心脏健康的担忧也从未真正消失。这就是关键时刻。传统的建议往往缺少了一块美味且重要的拼图。我指的是7种特定的食物，它们可以真正成为你整个身体系统的防护罩，活化你的血液循环，并为你的每一天注入动力。想象一下，有足够的体力陪孙子玩耍，而不会气喘吁吁。想象在医生给你做检查时感到自信和平静。那种强健的健康和深层的精力病不是梦想，这是一个完全可以实现的现实。而且就从你今晚盘子里的食物开始，我们将结识一种像天然刷子一样清洁你身体系统的强大食物。更重要的是，我们将结识一个简单的早餐秘诀，可以将你对心脏的担忧减少一半。你可能认为是燕麦片，但你只答对了一部分。那个简单的添加物才是造成差异的关键。而这份名单上的第3种食物是如此令人惊喜的美味，你会想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要放弃它。请留下来，因为这些资讯对你的长期健康和幸福至关重要。欢迎大家，我是山卓拉医师 Dr. Sandra Cerati。20多年来，我的重心一直放在帮助60岁及以上的人们重拾活力，享受蓬勃发展的生活，而不仅仅是长寿。我理解每次年度健康检查带来的焦虑、恐惧。平静的生活意味着生命的衰退，但情况不必如此。那种不适感，那种变慢的感觉，是你身体给你的明确反馈。它在告诉你，它需要特定的燃料来修复并以最佳状态运作。人们太常被给予复杂、严格且难以坚持的饮食计划，那只会增加压力，而压力是你身体最不需要的东西。我今天的目标不是用技术细节或复杂的饮食计划来压垮你，而是要赋予你力量，让你现在就能做出7个简单美味的添加。这对你的心脏和能量水平有着巨大的实证益处。我们谈论的是让你立刻感觉良好的长期解决方案。在这次分享结束时，你将拥有一份清晰、易于遵循的餐盘蓝图。你将精确地了解哪些食物可以平息体内的发炎，哪些食物有助于保持血液循环畅通，以及哪些食物能提供你享受每一天所需的持续能量。这关乎建立韧性的基础，将你吃的食物与你想要的生活连接起来。让我们开始让那股能量回到你的步伐中。从一种常被完全忽视的强大海生植物开始，我们首先要谈论的食物是大自然最有效的内部清洁剂之一，来自海洋的海洋蔬菜。编案此处原稿转折，直接进入鱼类。第一，像鲑鱼和沙丁鱼这样的高脂肪鱼类，我们谈论的是富含 Omega 化合物的鱼类，特别是像野生鲑鱼、沙丁鱼和蒸鱼这样的冷水鱼，将这些食物视为你整个循环系统的终极舒缓药膏。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内部的压力会导致身体输送网络及运送营养的通道出现微量的刺激和紧绷，
这些来自于类的强力化合物能平息那种刺激，帮助你的心脏平稳高效的运作。这对银发族如此重要的原因很简单，一致性。你的心脏每天跳动约10万次，经过60年，这是巨大的工作量。这些鱼类中的健康脂肪是这个巨大引擎最好的燃料，它们帮助血液自由流动，减少心脏每次跳动所需付出的努力。结果不仅是让心脏更快乐，更是让你在整天中拥有更稳定的能量，因为氧气和营养能毫无延迟地到达需要的地方。如何利用这个益处？目标是每周2份。鲑鱼无论是烤或煎都非常棒。沙丁鱼虽然有时被忽视，但富含支持骨骼健康的营养素，只需简单放在全麦饼前上挤点柠檬汁即可享用。如果1周吃2次鱼的想法不吸引你，试煮每周几次，在沙拉上加点鲑鱼罐头或鲔鱼罐头来补充。想想我辅导过的一位退休老先生，我们叫他陈老师。他以前每到下午3点就会没电。我们在他的周日晚餐和周3午餐中加入了鲑鱼，不到1个月，他告诉我他可以整个下午都在花园里度过，而没有那种令人崩溃的疲惫感。这不是奇迹疗法，这只是给了你身体工作的正确工具。第二，燕麦和大麦。接下来让我们谈谈水溶性纤维的冠军。你一直都知道，但可能从未完全重视的早餐英雄燕麦以及它的表亲大麦，这就是我在开头暗示的那个效果出奇好的食物。这种食物像你体内的温和海绵一样运作。当你食用燕麦时，纤维会溶解成柔软的凝胶状物质，通过你的消化系统。当它移动时，它实际上会捕捉并带走某些原本会沉积在血管通道中的多余脂肪和化合物。这是支持身体清洁过程的简单自然方法。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这非常重要，因为健康的消化系统与健康的心脏直接相关。当你的消化缓慢或负担过重时，它会拖累你的整个系统。燕麦可以缓解这种拖累。它们提供稳定的、不会让血糖飙升的能量，防止那些让你感到瞬间被掏空和易怒的血糖崩盘。这就是火箭燃料与可以持续到午餐的美好漫然能量之间的区别。要获得全部益处，你需要持之以恒，不要只是偶尔吃普通的即食燕麦片，养成每天早上吃1小碗刚切燕麦或传统燕麦片的习惯。秘诀在于我提到的添加物，拌入1汤匙的亚麻籽粉或1小把核桃，这会增强效果。添加健康的脂肪和更多清洁纤维，这个组合是任何一天强而有力的开始。但这里有个令人惊讶的地方，你可能认为因为你吃了健康的纤维，这样就够了。其实不然，你必须记住将纤维与充足的水分搭配。如果没有足够的水，纤维实际上可能会引起不适。整个早上都要持续喝水，让这块海绵发挥它的魔力。第三，核桃和杏仁。现在来谈谈回报。巨大的零食、坚果，特别是核桃和杏仁，这些是大自然完美的能量储存装置，它们的营养密度极高，直接支持强健的心率和功能。坚果，特别是核桃，含有我们在鱼类中讨论过的那些奇妙欧米伽化合物的少数植物来源之一，它们还含有镁，这是老年人经常在不知不觉中缺乏的一种矿物质。镁对于维持平静、均匀的心率以及支持健康的血压至关重要。把它想象成你心血管系统的终极压力释放剂。对于长辈来说，保持稳定的精力是一场持续的战斗。这就是坚果发光发热的地方。它们是优质脂肪、纤维和蛋白质的组合。这3种成分意味着它们消化缓慢，为你提供稳定的燃料补给，让你数小时保持饱足和精力充沛。
忘掉那些承诺很多但会让你血糖崩盘的包装能量棒吧。一小把坚果才是真正的能量棒。如何使用它们？它们是终极的，随拿随吃零食，但要注意分量，因为它们富含能量。你每天只需要一个掌心大小的量，大约是1/4杯，把它们加到你的晨间燕麦中，撒在沙拉上，或者简单地在车里放一个小盒子，作为健康快速的提神品。我记得一位名叫美惠阿姨的客户，她过去总是下午感到心慌手抖，想找甜食吃。我们把她的下午茶饼钱换成了一小把杏仁和核桃，心慌消失了，她发现自己自然而然睡得更好了。正是能量的持续释放造成了差异，从根本上消除了下午对糖分的渴望。在我告诉你对血压最好的食物之前，有一种水果是你绝不能错过的。第四，莓果、蓝莓、草莓、覆盆子。我们现在转向地球上最鲜艳的食物——莓果，将这些色彩缤纷的宝石视为微小的保护发电厂，它们富含称为抗氧化剂的天然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就像微型的消防员，扑灭你体内微小的刺激火花和压力，将氧气输送到所有器官的微血管。经常处于一点点的压力之下，莓果含有一种独特的化合物，专门帮助那些微血管保持弹性和畅通。当这些血管健康时，你的整体血液循环就会大幅改善。这对所有60岁以上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益处。更好的循环意味着更多的氧气输送到你的大脑，这转化为更好的专注力、更敏锐的记忆力以及更有活力的感觉。最棒的部分是，它们非常多变且天然低糖。如果可以的话，趁当季买新鲜的，但冷冻的也一样好，特别是打成奶昔、果昔，或在燕麦片上稍微加热。目标是每天至少半杯。你可以把它们丢进优格里，打入每日饮品中，或者简单地当作清爽的零食吃。这个里的误解是你需要很多种类，其实不需要。挑选1、2种你真心喜欢的莓果，并承诺每天吃它们。一致性才是带来长期益处的关键事。想一下，把那块含糖糕点换成一碗鲜艳的覆盆子，这是一个简单的交换，却对你的系统有深远的影响。这是对你日常舒适和思绪清晰度的真正投资。第五，豆类含豆科植物，这可能是整份名单中最被低估的食物，也是最经济实惠的。我们谈论的是强大的豆类家族：黑豆、扁豆、鹰嘴豆、雪莲子和红腰豆。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种既能保护心脏又能稳定能量的多核，一强效食物就是它了。这些食物是水溶性纤维和植物性蛋白质近乎完美的结合。这纤维类似于燕麦，有助于清洁你的系统病，防止多余化合物的堆积。蛋白质则帮助你维持肌肉量，这对于随着年龄增长维持健康体重和整体能量绝对至关重要。当你的肌肉强壮时，你的心脏就不必那么费力地推动你移动。这对银发族很重要的原因是，许多人随着年龄增长开始减少蛋白质摄取，导致肌肉逐渐流失。豆类是一种简单美味的方式，能在摄取大量护心纤维的同时，偷偷补充那些至关重要的蛋白质。在告诉你最后2项之前，这里的简单应用是用豆类作为替代品，用黑豆取代炖肉料理中的部分肉类，在蔬菜汤中加入扁豆，在下次的沙拉中加入鹰嘴豆。目标是每周至少3份。盘子中央的这个简单改变将大幅增加你对护心营养素的摄取，并给你强大持久的能量来源。长期心脏健康的关键不在于完美的做一件事，而在于持续的做几件简单的事，继续堆叠那些小的健康选择。你可能认为这样就够了，
鱼、燕麦、坚果和莓果还不够，我们仍然缺少最有效的血压支持，以及一种帮助你管理压力的食物。第六，绿叶蔬菜，这是大多数人都知道应该吃，但很少人真正理解其惊人及时益处的一个类别。我们谈论的是菠菜、羽衣甘蓝和瑞士甜菜，这些是支持健康、灵活血流的黄金标准。这是由于它们内部含有一种完全被忽视的天然元素。这些充满活力的绿色蔬菜含有天然化合物，你的身体利用这些化合物来帮助血管放松并稍微扩张，把它想象成释放花园水管的压力。当压力太高时，水管会紧绷；当压力释放时，一切流动顺畅。这种放松有助于你的心脏以较小的负担运作，这是维持长期健康的关键部分。最棒的是，这些蔬菜也富含维生素 K， 这对于健康的血液凝固和骨骼强度至关重要。对于长辈来说，健康血流与更强骨骼之间的这种联系是一种双重益处，重要到不容忽视。如何将其融入你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如果你觉得绿色蔬菜太苦或太粗糙的话，不要试图每天吃一大盘沙拉。相反地，从小处着手，一把菠菜可以无缝地融入早晨的莓果奶昔中，用一点橄榄油和大蒜炒一杯羽衣甘蓝当作配菜，加热使它们更容易消化，风味也不那么强烈。这是支持你心脏自然休息状态的终极安静方式。我有病人仅仅通过每天增加一份这些绿色蔬菜，就能慢慢减少对某些药物的依赖。那种身体轻盈和强壮的感觉，直接来自于你的器官，不必超时工作。第七，橄榄油和酪梨。最后，我们来到对心脏健康和持续能量至关重要的健康，脂肪高品质的橄榄油和酪梨。几十年来，我们被教导所有的脂肪都是坏的，但我们现在知道真相要细微得多。这些是你身体不仅接受，而且迫切需要的好油。这些食物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将这些脂肪视为保持你内部引擎运转顺畅的润滑油。它们以帮助身体管理脂肪水平而闻名，特别是通过帮助减少不健康的类型，同时维持有益的类型。这为你的心脏创造了一个更健康的内部环境。对于银发族来说，最大的好处之一是持续的思绪清晰。你的大脑是一个脂肪器官，它需要高品质的健康脂肪才能最佳运作。将加工脂肪换成淋在沙拉上的优质橄榄油，或者在全麦吐司上涂一点酪梨，能提供持续一整天的精神能量和专注力。午餐后不再有脑雾。应用很简单，丢掉加工过的沙拉酱，改用高品质的特级初榨橄榄油。每天在吐司上使用1/4颗酪梨，或将其打入你的奶昔中，以获得绵密的口感和巨大的营养提升。这个简单美味的改变是未来几年滋养你心脏和大脑的最强大方式。我们已经介绍了7种非凡的食物，可以改变你的长期心脏健康和能量水平。但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解决那些噪音，那些经常阻碍人们看到真实结果的迷思。迷思一步，你必须避免所有饮食脂肪来保护心脏，这是一个危险且过时的想法。真相是，脂肪的种类才是最重要的。多年来，我们只关注总脂肪量，这导致人们用高度加工、含糖的低脂食品取代了像橄榄油和酪梨这样的健康脂肪，这是一个营养上的错误。橄榄油中的健康单元不饱和脂肪，以及鱼和核桃中的 Omega-3 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不是敌人，它们是平息内部压力和支持循环的重要朋友。剔除所有脂肪，通常意味着剔除了最能稳定你的能量和保护你心脏的营养素。
专注于用我们清单上的好脂肪取代坏脂肪，如油炸食品或加工零食中的脂肪。迷思二，你可以吃一点健康食物，其余的饮食并不重要。遗憾的是，一份鲑鱼或一杯莓果无法抵消一整天高度加工食品和含糖饮料的影响。你的身体是根据你喂养它的东西持续运作的循环，目标是让这7种食物成为你饮食的基础，而不仅仅是偶尔的添加。你要让好东西自然地排挤掉，叫无益的食物。这不是关于节食，这是关于选择那些真正让你每天感觉更好、更强壮、更清醒的食物。持续的日常努力才是带来长期转变的关键。迷思三，服用保健食品补充剂与吃原型食物一样有效，补充剂可能有帮助，特别是如果你已知有缺乏症。然而，依赖药丸来取代食物是搞错重点了。当你吃1颗核桃时，你不仅仅得到 Omega-3，你还得到了纤维、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一系列协同作用的保护性化合物。食物中这种天然的伙伴关系，比任何药丸中的单一化合物都要强大得多。你的身体知道如何处理和利用以原始完整包装形式进入的营养素。先专注于盘子里的食物，将食物作为你的主要药物，并仅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考虑补充剂。执行蓝图，真正看到结果的秘密，不仅仅是知道事实，而是付诸行动。这是一个简单实用的每日和每周执行蓝图，旨在让每一个人，无论厨艺如何，都能轻松做出这些改变。你的每日心脏与能量仪式，早晨提升，以燕麦能量餐开始新的一天。1碗燕麦片混合1汤匙亚麻籽粉或奇亚籽，上面放1/4杯的莓果，这能锁定稳定的能量和最大的纤维量。补水习惯，每餐前15分钟喝满1杯水，这支持你正在吃的纤维并帮助你的心脏更轻松地泵血。偷偷加绿色蔬菜，承诺每日1份绿叶蔬菜，这可以很简单，像是在早晨的奶昔中加1把菠菜，或晚餐配1小碟炒羽衣甘蓝。零食交换，将1份加工零食换成1把核桃和杏仁，这能稳定你上午或下午的能量。你的每周焦点，每周2次，承诺每周吃2次高脂肪鱼类，试图变化一下。也许周2吃鲑鱼，周5午餐快速，做个全麦鲔鱼或沙丁鱼三明治。每周3次整合一顿以豆类或豆科植物为主的餐点，扁豆汤、三豆沙拉或黑豆加饼，这些既令人满足有饱足感，又对你的循环非常强大。每一天使用橄榄油作为你烹饪和沙拉酱的主要脂肪来源。可衡量的转变预期，15天，你应该开始注意到日常能量水平有显著差异，餐后的昏沉和崩溃感可能会开始消失，你的消化会感觉更顺畅，你会感到较少胀气和沉重。30天，你应该会感到明显更强壮，整天的状态更稳定，你可能会感到思绪更敏锐，专注力提升。许多人注意到对加工食品的小渴望减少了，因为他们的身体终于得到了真正令人满足的燃料。60到90天，这是长期益处片得可见的时候，你整个系统的运作效率将更高。这时你应该能自信地去见医生，知道你在每一餐中都积极支持了心脏的功能和健康。你将成为活生生的证明，当身体得到适当滋养时，年龄只是一个数字。想象90天后的现在，你醒来时没有那种沉重迟缓的感觉，你拥有真正持久的精力去计划一整天的活动，而不仅仅是休息的一天。你感到脚步轻盈，你的头脑清晰，你以金用彩
取强大肌急行动所带来的平静自信，取代了对健康的焦虑。这就是我希望你拥有的转变。这就是来自知道如何正确为身体和心脏补充燃料的韧性。这7种食物不是暂时的饮食法，它们是一种活力的生活方式，它们是维持长期健康并以强健的心脏和充沛的精力，享受银发岁月每一刻的简单美味秘诀。你现在已经拥有知识了，你所要做的就是开始从这份清单中挑选一种食物，今天就把它加到你的盘子里。如果这份指南点燃了希望的感觉，或给了你一条新的道路去遵循，请帮我一个小忙，按赞这支影片，并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年龄，以及你打算最先将这7种食物中的哪一种加入你的日常生活中。我喜欢收到你们的回馈，看着这个社群成长。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支影片。内容全是关于你可以坐在椅子上做的3个简单运动，以进一步促进血液循环。谢谢你花时间与我在一起，你值得感受你的健康。